来看宜兰县一个男子因为18万毒品的纠纷，互押去关离的民宿，毋但互甲拍，阁无饭通食。隔天，阁互押去嫌犯的厝内继续拍，拍甲是无呼吸心跳。对方惊出人命，是甲再去病院的急诊室，人等的都要落跑。是病院的保全甲工作人员感觉怪怪，来报警，才甲3个嫌犯逮捕，收押禁见。被害人无情离的家护病房。深受轿车直接停伫咧急诊室门外，保全倒刹轮椅，看到患者规面被死杀，规身躯软烧烧无力。不过陪同的查甫人看起来袂紧张，甚至甲人等咧，阁想要塞车做移走。保全就说：“所以你们家属一个下来，然后他就说：我们这不是家属，我们去停车，待会过来。这样，然后2个就走。那时候我们就觉得不对，因为那个病人就整个脸色都不一样，全部血丝都没有血丝都飞啊。停车你一个去停，为什么2个？我就这样子，他就马上超车牌。医护人员发现患者已经无伫咧喘气，赶紧做急救。保全嘛感觉怪怪，有心甲一个陪同的留落来。伊讲要停车，两个拢要去，我唔好走嘛，留一个去食，一个来停车，停正久，迄个就较吹来。做看迄个，讲伊要分了后，若无快，迄个叫掉掉啊。警察军装线索找到另外2位嫌犯，调查出因和被害者拢有伫咧捌毒品，敢若是因为毒品发生纠纷。27号暗时夜11点多，甲人关伫咧民宿啉茶，爱去摕18万出来。规当天搁出来去北回口道，出现怀文机溶解，搁有急性腰子病，惊出人命，才会甲人送到急诊室。原本想要选，不过被害者无伫咧喘气，空喙搁看得出互人拍开，才发现是毒品的纠纷。嫌犯扣去涉嫌未遂罪上班。法官讯问后审酌卷内的所有卷证，认为有重罪逃亡之余，而且有串证的之余，所以裁定准予收押禁见。警察抓到2位嫌犯，稳准羁押，嘛进一步追查毒品的纠纷，敢有其他共犯，含调查毒品的来源。被害者经过急救，有个人救回来，目前搁伫咧家护病房观察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